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九哥同大家見面嘅時間。今日同大家傾嘅，美伊突然宣布停火14日，美股即刻連升7日，哇，好似大調整已經完咗咁。但係真相係咪咁簡單呢？伊朗嘅10點和平方案，美國根本啃唔落㗎喎。停火第一日，以軍就已經轟炸黎巴嫩。霍爾木茲海峽開咗又閂返。歷史話俾我哋知呢啲所謂嘅停火，往往都只係緩兵之計嚟㗎。為下一輪嘅衝突咧，爭取緊一啲時間。技術上，股市仲可能再夾淡倉向上，但係你要睇實兩樣嘢。第一，油價同埋美元指數。今日九哥同你拆解地緣風險嘅真正炸彈。唔好俾短暫嘅升市咧沖昏咗頭腦，一齊睇落去。首先，我請大家大力點讚啦！錄影嘅時候係星期五嘅晚上，美國伊朗達成咗14日嘅停火協議，正式會談會喺今日，即係星期六開始。特朗普形容係美國一次重大嘅勝利。停火消息一出咧，環球股市應聲反彈，美股標指已經連續升咗7日，創咗今年最長嘅升浪。但你要問係唔係真係解決咗個核心問題呢？停火協議生效唔夠24小時，以軍已經出動咗50架戰機轟炸黎巴嫩，100個目標被摧毀，超過250人死亡。伊朗嘅外交部即時發聲明，強烈譴責佢哋，話3項核心條款已經被公然咁樣破壞。伊朗提出嘅10點和平方案呢，第一條係美國全面撤出中東，第二條就係解除長達45年嘅所有制裁，第三條就係保證永遠唔再侵犯伊朗領土，第四條就係承認伊朗有濃縮鈾嘅權利。第5至第10條我都唔使再講落去。對美國而言，呢10點呢，其實係等於無條件投降。白宮官員都私下透露，就係伊朗初版呢10點完全唔可以接受，美國反而提出咗自己嘅15點計劃，要求伊朗放棄核計劃撤出敘利亞。嗰兩套方案之間嘅差距大到嚇死人。談判基礎嘅本身其實本來就係一個假象嚟㗎。停火最初嘅時候，伊朗容許船隻安全咁樣通過海峽，但係隨住以軍空襲黎巴嫩，伊朗革命衛隊即時重新再封鎖個海峽，咁全球2成嘅石油供應再次受到威脅，個油價一度衝到上117蚊。呢種咁嘅反覆唔係和平係極限嘅施壓嚟㗎。大家其實知唔知道，早在2001年嘅911之後，喺2003年美國已經有一個計劃要摧毀伊斯蘭嘅7個國家。前北約嘅歐洲司令克拉克曾經公開爆料，佢話喺2001年11月喺華盛頓個高層會議入邊，一個美國高級軍官曾經親口同佢講，布殊政府計劃喺5年之內攻打7個國家。呢個計劃係從嚟冇消失過。大部分國家已經完成咗，現在只剩低伊朗未搞掂。喺10年前，2015年伊朗個核協議傾咗2年期間，美國就不斷向中東增派軍事顧問。到咗2023年，又間接談判期間，美軍就喺區內就部署咗3個航空母艦嘅戰鬥群。今次14日嘅停火，表面又係喺度傾和平，實際上係俾時間美以聯軍重新再集結。談判台上面嗰紮文件只係煙幕，今次殺死咗領導咗40年嘅伊朗領袖，點樣妥協啊？特朗普今年1月曾經已經要求2000億美元嘅戰爭撥款，而家大家明白為咗乜嘢啦？因為最近受到國會反對，已經大幅縮減到800至到1000億美元。呢筆錢主要係用喺中東個軍事補給同埋重建，但係你要知道，戰爭撥款唔會消失咗㗎，佢會變成國防合約流入軍工企業，然後透過股市又變成美股嘅上升催化劑。
美股嘅邏輯就係打仗印錢，股市升。伊朗嘅談判代表佢接受咗半島電視台嘅訪問嘅時候，明確講咗一句：14日，我哋試下嘅咋，測試下美國係唔係真心想履行呢個停火嘅條件。咁如果談判破裂，咁伊朗又會再次採取行動，而下次就唔會再預先通知關閉海峽嘅手電。咁包括咗會用水雷啊、快艇啊、導彈等等嘅部署。咁其實而家全球航運嘅保險費已經又開始上升緊。內塔尼亞胡曾經公開講過，以色列嘅安全只係能夠靠以色列自己，佢唔會因為美國同伊朗傾緊就收手，所以佢空襲黎巴嫩只係第一個階段，下一個階段好可能就係針對伊朗本土。停火協議係冇約束力嘅，對佢嚟講，咁任何一日都可以變成新一輪嘅衝突嘅起點。雖然而家又話停，咁其實又係大家安排緊點樣下次再攻擊嘅啫。大家成日都聽到九哥話股災來了啊，股災來了，通常都係喺高位嚟㗎，低位我唔會講㗎。佢次次都跌唔落，或者跌完即刻升返呢，唔係因為經濟真係咁強勁，而係美聯儲啊、財政部啊不斷咁樣泵水入去個系統度，用更加多嘅錢去填補返上一次個窿，用更加多嘅債務去掩蓋舊債，結果問題從嚟都冇解決到，只不過將啲問題延後先至爆煲。今年美聯儲又增加咗930億嘅資產，呢啲唔係叫量化寬鬆，只係幫助提升流動性。我見過有一啲咧喺美國有啲付費嘅分析，佢話咧呢啲咁嘅數據可以知道幾時可以大家買股，都病得幾緊要。美國國債已經突破咗39萬億美元，呢個數字咧係大到普通人都冇辦法想像。39萬億嘅概念，即係話咧每個美國人大概負債11萬。每年國家淨係支付利息咧就接近1萬億，利息支出已經超過咗國防開支嘅9300幾萬億。根本喺呢度條數咁計係冇諗過要還清本金噶啦。佢哋嘅策略只係繼續借、繼續印。每次戰爭或者軍事衝突，美國都會通過特別撥款法案，呢筆錢係直接注入經濟體系，聯邦赤字就擴大，意味住市場嘅流動性增加。華爾街就最中意嘅就係呢種環境，因為錢多咗，資產價格就會被推高，戰爭可以變成做好友嘅理由嚟㗎。金融海嘯08年嗰個咧，用咗7000億救市。2020年嘅疫情用咗無限量寬，嗰次好似6-7萬億到。依家一次戰爭撥款就有1000億，下次可能要2000億，再下次就5000億。呢個債務金字塔就越搭越高。當市場對美元嘅信心開始動搖嗰一刻，成個系統就會出現骨牌效應。歷史話俾我哋聽咧，冇一個 party 可以永遠咁樣開落去，開得咁開心。而家嘅升市主要係由一啲流動性所推動啦，唔係因為企業嘅盈利大幅增長，唔係因為全球貿易特別繁榮，而係因為政府同央行不斷咁樣泵錢入個系統。呢種升市嘅特徵係咩呢？快，但係脆弱。一旦泵水停止或者逆轉咧，跌勢可以比升勢更加猛烈。記住呢一句，錢嚟得快，走得可以仲快。阿波羅咧最新警告，佢話人工智能已經成為影響全球回報嘅主導力量，幾乎每一間對沖公司同埋大型嘅資產管理公司都要用 AI 概念作為核心嘅持倉。問題係當所有人都靠同一個引擎，一旦引擎故障，咁成架飛機會點？阿 Slot 咧講得好清楚，佢話過度依賴單一驅動因素咧，會令成個投資組合變得好脆弱。你用翻自己生活嘅經驗去諗下，如果你份收入只係靠一個客，咁個客走咗，你就會好大鑊。投資其實都係同一個道理 ，AI 好你就好 ，AI 逆轉你就會好大鑊。過去3年主導市場嘅7巨頭，即係嗰個 Magnificent Seven 啦。而家開始出現一啲資金流出嘅跡象，
估值過高啦，問題就逐步浮現，分析員咧開始下調盈利嘅預測嘅次數越嚟越多，市場領導地位就出現動搖，呢個係一個好明顯嘅轉角信號嚟㗎。今年以嚟能源板塊表現一枝獨秀啊，地緣風險推高油價，直接利好能源股，同時價值股亦都開始跑贏增長股。呢個係市場風格喺度開始轉換嘅典型現象。如果你仲係一味追住嗰啲 AI 概念股咧，可能會錯過下一個階段嘅領袖板塊。資金流向咧係永遠會比啲新聞咧嚟得更快。VIX 呢個標指嘅波動指數，有啲人叫做恐慌情緒指數。雖然暫時佢回落咗喺20以下，但你要知道 VIX 呢啲嘢可以一日就爆升。中東局勢任何風吹草動，例如伊朗再次關閉海峽，或者以色列又發動先發制人嗰啲咁嘅打擊，市場可以瞬即之間咧逆轉方向，短線追貨嘅風險極高。做好隨時轉身準備係一啲基本嘅生存技能嚟㗎。原油期貨喺停火消息出嚟之後咧，一度回落到去到91蚊，跌咗成2成幾。之後油價冇再大跌落去，又上返，反映市場對海峽封鎖嘅憂慮仍然存在。只要伊朗一日控制住個霍爾木茲海峽咧，油價就有條件隨時再爆上。突然之間見到爆升或者爆跌咧，就知道有事㗎。全球大約有2成嘅石油咧，就經過呢一條海峽叫做霍爾木茲海峽，每日通過嘅油輪聽講就係話有30艘，我唔知而家應該以前會多啲正常。伊朗只要用幾艘快艇同埋水雷就可以癱瘓呢一條全球能源嘅動脈。佢話就要再次行動嘅時候咧，可能就係談判破裂嘅時候。呢句說話咧唔係恐嚇嘅戰術宣言嚟㗎。能源價格上升咧，會直接有推高通脹，咁然後美聯儲減息嘅空間咧就會進一步咁樣收窄。美元指數有強勢就反映中東局勢緊張嘅時候，呢個係另外一個大家要關注嘅指數嚟㗎。資金通常就會湧入美元作為一啲咧避險嘅情況。但係當你留意到可能有一種反常嘅現象，就係如果局勢進一步惡化，而美元突然之間向下跌咧，呢個仲係一個極危險嘅信號嚟㗎，代表市場對美國本身嘅信心開始亦都動搖。呢個情況一旦出現，會比有戰爭更加麻煩。當油價升、通脹升，美聯儲極難減息，然後股市估值有壓力，就會越嚟越增加。依家市場預計今年減息仲有1-2次，但如果油價長期企喺100蚊樓上，減息次數可能會縮到真係得1次甚至0。大家要記住，市場最怕唔係壞消息，而係預期落空。當所有人都等緊減息，最終冇減嗰一下調整咧，可能都會好痛。咁以後有乜嘢要做呢？每日起身第一樣嘢睇油價。第二樣嘢就可以每個星期睇一次美元啦，或者每日睇都得嘅嚇。第三就要檢查下自己個投資組合入邊嘅集中度，唔好將全部資金放喺同一個概念。地緣風險咧係未完結嘅，技術上股市可以有上升嘅空間，但你唔可以當冇事發生。呢14日停火只係一個喘息期，核心嘅炸彈咧仲未拆除，大家一定要保持清醒。跟住同大家做下今日嘅總結，要記住3件事。第一，停火協議係非常之脆弱。第二，AI 毒武呢種嘅情況個結構風險非常高。第三，就要及實油價同埋美元指數，上次我都有講㗎，謹記唔好俾短期嘅升市沖昏咗你個頭腦。39萬億嘅國債問題一日未解決，中東戰火一日未真正熄滅，金融市場永遠都有爆煲嘅風險。嗰啲咁嘅流動性推動嘅升市嚟得快，去得更加快。最後一句，投資唔係賭博，係風險管理嘅藝術。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，保持理性。我哋下條片再傾，拜拜。
狗狗會繼續同你跟進環球市場宏觀發展。鍾意呢條片嘅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。想掌握更多投資同埋財富管理資訊呢，片尾我哋有視頻介紹我哋嘅 Patreon 社群。每個星期都有 ETF 清單做分析。馬上就加入狗哥話嘅 Patreon啦！